向前后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美国的国务院昨昏发表声明，为着要确保未来8天政府会当顺利交接，要取消这礼拜所有出国访问的行程，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去欧洲的行程，也有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克拉夫特来咱台湾的计划，即马全拢取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本定伫13到14访问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嘛是路认真正的想要一届出访。相关行程公布18点钟就宣布取消。国务院发言人乌塔加斯12日声明指出，目前继续甲总统当选人拜登团队来进行交接的代志，要确保未来8天权力交接顺利完成。所以这礼拜所有参访计划拢取消，包括国务卿去欧洲。美国当地伫危机的时阵，伫咧比利时接应官员等咧替相关出访来准备。不过蓬佩奥已经打电话予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秘书长史托滕伯格来通知这项决定。伊原本佮会甲比利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威尔梅斯来会面，佮一概强调两国的同化关系。另外，还有部分甲蓬佩奥会面的人士，已经对美国总统川普顶礼拜伫咧国会牵涉的暴力事件公开表示关心。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蓬佩奥常常出访，不过即马时机真敏感，包括联邦调查局 FBI 警告，伫咧拜登宣誓就职进前，全美国50州拢有可能发生武装暴力的抗争活动，而且美国疫情也搁真严重。国务院的这项决定，嘛表示讲，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原本定伫13到15访问台湾的行程嘛，对咧取消。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镜头等下国内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个经过大病疾病的案例，也有2个本土病例。本土病例是一个照顾重症患者的医生，另外一个是护士，是这个医生的女朋友。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强调讲，发生感染的病院已经有咧做管控，目前无需要封院。国内新冠肺炎搁爆出本土病例，还搁出现头一个医师患着。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拢总有2个医师人员确诊。 暗号838是台湾籍30多岁男性，嘛是桃园某一间病院的医师。发病进前捌照顾确诊的重症患者，嘛捌替确诊的病人插讲，是上有可能的感染源。暗号839是台湾籍20多岁的女性，是甲暗号838做伙大的女朋友，嘛是护理师。虽然2个人伫咧同一间病院，不过暗号839无接触到确诊的个案，所以指挥中心家己做病院感染，那另外一个是社区感染。 在执行插管的时候，是由麻醉专科医师进行去插管，不是这一位医师在进行插管。那这一位医师有在旁边帮忙哦，所以基本上并不完全担心说是他在执行插管的动作当中所造成的问题哦。针对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指挥中心已经鼓励病院接触者拢总464个人，拢已经做采检，嘛拢是阴性。社区接触者拢总56个人，已经有14个人采检。 1个人阳性，就是暗号839。目前13个人当伫咧等检验的结果，还佫有42个人采检当中。而且为即马开始，这间病院住院的病人，敢若当出院袂当入院。39个医护相关的接触者，可能居家隔离。也若门诊甲急诊是拢照常运作，毋过取消所有探病甲徛命者照顾病人限制1个人的规定。嘛甲相关的患者刷去单人病房隔离观察14天。 而且所有的员工3天后，会搁一概做采检。因于这样的一个暂时的一个短时间的人力的短缺，所以我们让医院的负荷尽量能够减低，希望能够把这个医院的清消消毒再把它做完全。陈时中强调讲，这间病院分层分流，感染的管控措施有法度因应这个事件，所以无需要封院。另外，国内嘛新增加2个境外移入的病例。 暗号836是台湾籍60多岁的女性，为美国入境；暗号837是英国籍30多岁的男性，为英国来台湾办公。检疫基本采检了后才确诊。目前国内累计确诊人数有838例，也有101个人住院隔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桃园的某一间病院出现医生甲护理师确诊，疫情指挥中心嘛公布2个人去过什么所在。一开始是讲包括大江购物中心、Starbucks， 也个五金行，也毋过暂拢解讲，这所在是为着进前去的，所以无准算。毋过桃园市政府已经决定要有关防疫急速，市长郑文灿已经宣布讲，伫旧历过年进前，所有伫桃园大型的活动拢爱延期。
配合桃园某一间病院确诊医师甲护理师的卡车来进行消毒作业。伊去桃园店大港国际购物中心决定12规工无营业，大部购物中心是提早伫下晡点半关店消毒。是来面试，经过来面试的，那有特别通知你们说要取消吗？只有餐厅的人跟我们讲2点要关门，然后你们又离开了，我就这样子，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毋过指挥中心12暗时公布上新的疫情调查，第838例医师伫咧传染期，敢若伫1月7号的下晡点外，甲第839例护理师女朋友，伫星巴克国际门市停留30分钟，刷来去真有5金行桃园国际店西，因为医师迄当阵是透过信用卡的消费记录来推测可能去过的所在，所以疫情调查透过行政系统的资料比对了后，确定2个人无去过地港，大部甲IKEA是非传染期去的。838的哈，因为它早一点，所以它调查的哈相对比较完整哈。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是1月8日到9日，哦，这里面跟社区有接触在一起的时间也算是蛮多的哈，所以大部分的足迹是会有重叠。疫情调查记唔到，啊，毋过防疫也是袂当放定，救护车出入协助病院内底急诊室患者转院，气氛是真无正常，也搁伫咧住院的患者家属嘛感受到。预计是要到后天了，我就看这样怕危险。医生叫我们先出院。因为第839例捌去新竹某一间课台上课，因班39个学生目前已经知影有4个老师去用立基加隔离，学校嘛开始消毒。桃园出现2件本土确诊，嘛互防疫救警报。桃园市长郑文灿宣布，旧历过年进前市府的大型活动，全部拢延后来举办。市政府、还有附属机关、还有学校，这个尾牙一律停止。那市政府所举行的大型活动，我们都协调改到这个延期举行。啊，若是第838例甲第839例卡车，还是其他相关进一步的资讯，也搁伫咧比对当中。指挥中心预计上紧13下晡伫咧例行记者会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早起是这波寒流上悬的时阵，温度拢真低。早起上低温是代表力干那1度、1.5度。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日时寒流就减少，温度会豆豆回升，各地高温拢有20度。严格早起是冷叽叽，真侪所在拢创下10冬以来上低温。早起上低温是出现地苗栗，敢若是1.5度，啊那台北是6度7。啊，那日时开始的回温，一直到拜六天气拢真好，只是讲日时暗时温差会较大。另外，空气品质的部分，伫中部、凤甲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拢是柑仔色的提醒。啊，那有的所在，即马已经达到红色的警示。寒流是一波接一波，农作物嘛受损害。花莲水水的往来花，也有屏东的莲雾拢冻伤。另外，毛水果因为旱害颠倒甜，即马分林的果坑的蘑菇柑甜度甲品质拢是1.1的。来到蘑菇工园，虽然这天气真冷，不过分林的农民却是真欢喜，无用采收。当地农民是表示，这几届的寒流，蘑菇柑因为这低温受益，果子转是一个较水，甜度嘛提悬。柑橘的物件是愈旱伊会愈红啊，啊若愈热伊就是速度行较慢啊。较红是安怎？卖相较好是还是较？卖相较好，啊伊的甜度也较有。产销班是讲，蘑菇柑是温寒带的水果，除非是落雪，会造成这果子损害。不过这几波的寒流，当地低温差不多是7度到10度，颠倒是对蘑菇柑的生长有帮助。估计今年蘑菇柑的品质会比过去更较好。不过，甲蘑菇柑相比，大部分农作物却是受到这寒流的侵害，连续出现了旱害，亲像是花莲水尾乡种的土往来，叶花已经打起，往来花出现了冻伤。差不多11度以下就会着着。啊，这几天的天气安怎？介寒，应该是会过会较严重。啊，即摆草有几成的往来花有叶啊有败去啊？差不多一半。往来花是过年民众介意买的商品，不过叶啊冻伤了后，根本无法度卖。农改场去探勘了后，统计这受灾的范围已经有45公顷，农民1公顷的成本要20多万。即马更加烦恼，天气好转了后。损害往来花会继续暖起。可能整个低温的发生的时间过了之后，它的那个会有一个比较最终的结果的情况出现，它是比较属于那个迟发性的灾害。
同款受灾真严重的，还有即马大厝的冰冻冷物，突然间降落来，过长天搁出日头，一日寒一日冷的天气，造成这冷物落果还搁闭去。农业处初步统计，这受灾范围是超过310公顷，损失差不多有7000万。按过未来这几天，卡万落果情形会继续来出现，到时阵这灾情可能会搁再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澎哥日报》。台湾无报告过连续3波寒流，搁落雪。气象专家讲，生目睭发白白，毋捌看过这款代志，这是史上头一摆。也毋过气象局是表示讲，2礼拜内出现3波寒流，开始罕见。也毋过伫2011年、2009年、甲2008年，嘛捌发生过这款现象。来看联合报，香港警察伫顶礼拜抓走53个民主派人士，引起国际上的关心。根据香港即马上新的民意调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伊的支持度创下新高，敢若19%。来看中国时报，1月10号开始，14天的居家检疫变严格，要一人一户。防疫成本会加悬，加上即马国际航班减少，飞机机票嘛变贵，所以想要返来台湾过年的国情，恐惊要加开5万块。桃园发生医生去互重症的患者围着，佮传互伊伫做护士的女朋友。有简单科医生即马是表示讲，其实伫其他的国家嘛拢有即款例。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赶紧针对464个人做体检，避免疫情传出去。国内阁出现本土病例，指挥中心证实，桃园某一个病院的医师伫照顾新冠肺炎重症病患了后遭受感染，阁为互护理师的女朋友，造成院内感染，也甲社区内的传染，也引起外界烦恼。国内感染科医师就讲，即马世界各国差不多拢有院内感染，上界重要也是体系健全。如果做好很好的这个感染管制的措施，包括监测，包括做好的动线。好的这个病人的分流，还有这个医生的这些所谓的高度的警觉，有做好这些的话，就是院内感染会发生，也不至于会造成太严重的情况。目前伫国内，只要是确诊新冠肺炎的患者，都会被送到负压隔离病房接受治疗。你做要入去负压隔离病房，爱一年一元最好防护，包括着爱用酒精先消毒双手，刷咧爱挂喙罨、护目镜。搁爱穿隔离衣、挂双沿的手套来降低传染的危机，因为医师讲患者的喙烂手是院内感染的原因之一。插管就是让病人的下呼吸道的分泌物有个机会可以整个喷出来嘛，然后会喷在环境里面，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靠得比较近的人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执行插管那个人风险最高，因为他必须要看得到气管的开口，他才能把管子放进去，所以他要靠得很近。所以你的防护装备一定要穿得非常的完整。医师认为，这个感染事件除了医疗人员本身可能有无落实监控措施的疏失以外，也可能甲这个病院长期拢伫收大量的新冠患者，造成人力疲劳有关系。另外，相关的疫调也甲人员采检也要尽量落实。目前已经列出来464个人，除了进行 PCR 核酸检测以外，嘛要进行抗体检验，并且搁要落实隔离，这像是影响社区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诊病例已经超过9100万例，死亡人数有196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卫生增加4例，目前计共838例。中国的病例有87000例，香港有9000多例，日本超过29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即马已经超过2300万例，印度是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819万例。欧洲的国家，法国超过286万例，伫英国已经超过317万例。镜头来中国的疫情嘛继续咧传，河北省的部分社区嘛开始封锁啊。另外，进前伫北京有发生讲一家伙7个人的群聚感染，即马佫增加一个感染者，主要原因是有人暗坎行踪无老实。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真严重，中国国家卫健委12日通报新增加42例本土病例，北京甲乌龙岗各1例，河北40例，35例伫石家庄市。河北省政府宣布对出现确诊病例石家庄市、邢台市、龙凤市拢封闭式管理，也启动铺台。在小区、村落
原则上只保留一个出入口。对于发现病例最多的3个村和有病例的12个村，实行集中隔离。另外，山西已经通报2例为河北以1名无症状感染者，也有2名就家中的确诊者发病进前，捌去过武汉市，和当地政府赶紧启动全面排查，伫确诊者经过所在消毒，各对相关人员体检。进去就不能出来了，这边里面只是在给居民做核酸。北京确诊者是1名住伫顺义区的5岁查某囡仔，是一家7个人群组感染的密切接触者，已经列出超过400人，其中上先确诊的男性病人，涉嫌隐瞒活动范围，和疫情更加严重。顺义区也开始封闭式管理。患儿在昨日通报确诊病例家小饭桌托管，我市境外输入风险和本地新增农村家庭聚集性疫情交织。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隐瞒行程、拒不配合流调、否认相关部门协查核实的轨迹信息，对疫情防控造成极为不利影响。为防止疫情传播，北京市政府约束计程车司机爱挂喙罨、通风消毒、停止强停车规范。国警局对防疫不力的计程车公司会祭出熔断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的疫情严重，毋但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000万人，即马连动物嘛传出去话着。加州圣地亚哥的动物园内底有8只大猩猩，已经有3只确诊。美国疫情继续伫咧滚高，即马连猩猩拢验着病毒。Our gorilla troop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SARS-CoV-2, which is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加州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伫当地时间11指出，顶礼拜发现2只猩猩家扫了后，就甲园内8只猩猩的排泄物送去检测，目前已经有3只确诊。园方认为讲，虽讲其他猩猩的检测结果还未出来，啊，不过因为因拢斗阵生活，无排除讲已经感染。这嘛是全球头一届有放饲的灵长类动物确诊。So we suspect that the gorillas got this virus from an asymptomatic team member. 圣地亚哥动物园顶个月就关起来，园区内底干那工作人员，园方指出，虽无员工拢有挂喙罨、穿防护衫，啊，不过也是无法度阻挡病毒。兽医目前无使用特殊的治疗方法，是提供维生素等等，互猩猩来食。另外，因为猩猩是群居动物，嘛袂甲因隔离，才袂造成更较大的伤害。They're doing okay. They're experiencing some mild symptoms, and we continue to observe them. But they're drinking, they're eating, and they're interacting with one another. So we'll continue our observation. 动物治疗新冠病毒已经发生过，之前已经有猫狗腮后水条等等的案例，啊，不过猩猩是头一届，学者烦恼讲病毒的危害已经强要接种的猩猩。以圣地亚哥新确诊的西部各地猩猩举例，最近20年，因为风头掠甲疾病影响，数量已经减少6成以上。公司新闻7万0编译。来关心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12日是宣布要调查超过160件，甲顶礼拜国会暴动有关系的代志。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伫头拄仔有开记者会，针对国会讲伊煽动支持者冲入去国会要甲伊弹劾，伊是真生气，嘛伫记者会顶头表示讲，伫暴动迄天，伊的演说是真妥当，无问题。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伫咧收集影片、相片、甲社群媒体资讯等等各项资料了后，会针对国会暴力事件开始调查。In 6 days, we have opened over 160 case files. And that's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those 170 case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opened, and I anticipate that's going to grow to the hundreds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美国总统川普早一点准备前往德州出发进前，甲记者表示，国会暴动迄天，伊对民众演说无啥物无妥当。You read my speech, and many people have done it, and I've seen it both in the papers and in the media, on television. It's been analyzed, and people thought that what I said was totally appropriate, but they've analyzed my speech and my words and my final paragraph, my final sentence, and everybody to the T thought it was totally appropriate. Okay. 川普当讲演说的上后尾一句话是对现场准备游行要去国会民众讲：“阮爱你，恁是非常特别的。”伊的发言后来去媒体讨论，认为公司煽动，后续就发生国会暴力事件，而且造成死伤。公司新闻5点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美国国务院宣布要取消官员出国访问，包括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欧洲的行程嘛取消。风声讲是因为美国元老拜登就职典礼可能会发生暴动，不过国务院已经出面驳回。来关心印尼属地航空伫初九飞行机坠落海，印尼的官方昨昏找到乌鸦仔，印尼的军方即嘛表示飞行机另外一个驾驶舱通话记录真紧就会当找到。来看。美国嘅纽泽西州众议会是通过由大嘅决议，支持台湾甲美国加强贸易关系，要签双边嘅贸易协定 BAT， 嘛强调要支持台湾参加有意义嘅 WHO 等一寡国际组织。来关心最近有发生一批移工是一阵人口卑微的受害者，虽然因目前已经互安置，不过因要向劳动部申请新的工作证，所以互咱政府要求讲爱先甲真正的头家解除契约。问题是这阵移工因是受害者，而且连中人嘛找无，这嘛显示咱台湾非法移工的问题。公告他，你好，你好。做伙学中文，因是进前，互移民署认定是人口卑微被害者的越南移工。伫桃园这间教会的安置中心待了3个月，除了烦恼行法院真费气，搁爱操还无收入。现在我们那个借钱来台湾很多。我要那个赶快有工作，赚钱呢，寄钱回家。这个移工拢亲像阿强，同款借钱来台湾做事，却拄到河台中的移工的中人公司违法安排去工地，落尾移民署查到违法，送来这边安置。移民署前一阵嘛发人口卑微受害者的鉴定表互因。一种就是讲吼人口的卑微，一种是或做简单来讲就是讲劳动的剥削，吼，就是讲伊用一寡无正当的手段限制伊的自由，强迫伊做事。咱台湾人口范围来讲，第二种形态较侪。人口卑微显示出台湾移工市场常常发生的问题。像阿强因，虽然摕到鉴定表，不过安置中心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证明时，却阁拄到爱因向原雇主解除合约的难题。雇主是表示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些工人在他们公司。据我了解，是这些公司都是所谓的空头公司，根本没有老板在营运。安置中心讲，案件已经伫台中地检署处理，移工的中人公司目前嘛找无，移工的工作权大受影响。劳动部是表示，拄到这个状况，一般由安置单位发准证批予雇主，但这个案已经有参台中市府来了解，会陆续寄工作证。记者陈雅文、李玉凯桃园报道。后个月就是旧历过年啊，交通部有提出春节运输的计划，伫2月70到2月16，逐工返点到透早5点，国道专线免收过路费。另外，交通部长林佳龙嘛已经宣布讲，过年这防疫袂使放零，所以要求过年时啊，防疫旅馆的房间一定要有够夜。过年前阁会增加1万间的房间，目前已经有11间业者愿意配合，要互居家检疫者的家属会当改去大饭店。迎迎农历春节，年假返乡条，交通部长林佳龙听出各单位春节疏运规划，明确要求应该落实稳固设备检查，防疫优先。进出大众运输场站全面防体温，即大众运输工具强制挂吹暗，运输工具抢站增加清洁消毒频率。观光局长张锡聪表示，春节年假疏运防疫，一切依照疫情指挥中心，同时落实欠命制。要求一定要实名制，所有的游乐区业者，还有风景区的管理单位，全部要配合。交通部也提前公布农历春节交通疏运管制措施，各都部分除了精进10道预控，高清在管制为2月70到16，逐工0点到5点，各都专线暂停收钱。各都客运部分推出原票价85折优惠，相替加开班次。海空运国内线为2月7到17，国内航线11天提供3366架次，海运9天1031航次。另外，回顾防疫旅馆无够问题，林佳龙表示，伫春节进前希望应增加1万户，按算1月底会阁增加4500间。
除了防疫旅馆，也促成11间饭店，愿意提供予居家检疫者家属去住的安心旅馆。那目前已经有6900间的房间，有11家很好的这些饭店，都已经来参加。观光局表示，增加全台防疫旅馆用人方式，除了16000间防疫旅馆也有合约底租，为1月14到2月11，差不多是1400多间。湘北每房房价上悬上限5000块，湘北以外旅馆每房上限3000块。予居家检疫者家属住的安心旅馆，房价1500到2000。比照安心旅游补助1.0，一房1000元，但是呢，你这一次让他连续可以住3天，我4个家人出去住旅馆，可以补助12000啊。观光局呼吁更较侪饭店业响应安心旅馆，予防疫者家属有更较侪选择。不过，旅馆业者希望提供补助，每人1000块，而且补助只限受疫情冲击上大800间旅馆业。不过，林佳良表示，目前只有每工800块的补助，强调行政院支持会继续到今年6月。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环状轻便铁路各加9个车站，对原本14个，即马增加到23个。若到2月28、2月底之前，民众去试坐车拢会使坐免钱的。为凯旋公园站出发，高雄轻铁大南环路段正式通车，配合新路线通车，专线开放免费坐，一直到2日8，要互民众熟悉路线。春节期间也会当互外地民众坐来体验。只是疫情退烧，安怎应用免费坐所带来人潮嘞？口罩的维持跟运作的部分，我们同时有捷警，那也有我们捷运公司相关人员，那他会在车上来予以提醒，然后同时要求他们要戴口罩。不管是列车人员或者是相关我们卫生局的人员，我们都会来抽查，也会来进行相关防疫工作的督导跟执行。加强防疫抽查，控管车厢容纳上限250人，市府有信心做好防疫。另外，高雄环状轻铁上新通车路线，自今摆14站增加到23站，往西延伸45、46到47，鼓山区公所站，东边新增32到37 6站，会当到高师大和平校区扩大通勤甲旅游服务。也毋过其中47站因为土地占用爱解决，只会当单边设站。8户12栋建筑，我们全部都协调完毕。那他们也极为乐意，就是跟我们做搭配。那目前的话，我们在过年前有部分可以做拆除的部分，我们先行拆除。过完年之后，我们就会全部拆除完毕。另外，32到37站也有民众试坐了后点出现后置调整差、速率低、甲稳定性不好等问题。市府讲要需要磨合期进行调整，也毋望专线会当顺利2023年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市药署公布去年正出名的饭店甲餐厅客载结果，竟然有18间行业着讲用过期的物件互人客食，总共罚款106万。受到疫情的影响，国内旅游正热。市药署公布去年8月至10月，联合地方卫生局所执行的109年有名的旅宿业附设餐厅客查专案，查获208间有名的旅馆，抽验215件产品，发现有18间饭店不合格，其中以北投温泉区的阿泰饭店，互人罚18万上济。业者是讲无合规定的是使用色素，毋是让客食的食材，已经有做改善啦。我们关于食品添加物就有一个专柜处理，然后现在都是放在这个地方。那这个使用色素它是原本隔天要练习、自行练习用的，那它没有归位，厨房的厨师们有做了一些惩处的处理。那未来这个我们都已经复检过后，我们都合格。台北国民饭店使用的泰山牌豆干丝，防验出有漂白剂，市药署也已经罚供应商3万。国民饭店讲，第一时间已经无用也改换原料供应商。若台东有3间有过期食品违规，其中凯旋新素商理、加日辉国际度假村拢罚6万。凯旋新素表示，超过期这些物品是无伫咧使用的配料，早就已经清除。日辉是讲，罚的是调味粉，早就无用啊。已经是过期，我们已经打包好，只是还没有进行报废程序。那刚好新竹出来，他们没有交接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后面我们就进行了报废处理。
另外，包括着桃园桂林商务旅馆、台南的部分店国际商旅、一时旅华林中正馆，也拢罚款3万至6万。石油署表示，即个13间业者所囤的也甲所卖的即个过期食品，也甲4件产品经过抽检无下规定，伊只要是按法，拢总是再处罚新台票106万5千块。未来我会针对无合格的饭店加强稽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关灯国小推动实农教育已经超过10档，学校内底有地种无共款的菜色，互幼稚园也个小学生自细汉就亲身来体验做事人辛苦，嘛思考咱人甲土地关系。学校有得到农委会肯定，摕到推广实农教育的贡献奖。学生囡仔聊了菱角田，欢喜咧采收辛苦种出来的菱角。这是台南市关电区的关电国小，甲农会、苏建会合作，投入大量的资源，伫校内建设侪场地，来推动实农教育，已经超过10档，受到农委会肯定，得到109学年度的推广实农教育杰出贡献奖。校园内的水田、旱田、鱼菜共生园、空中农园，还有我们的智慧的温室，一座是给我们幼儿园使用，一座是给我们小学部的小朋友来使用。我们确实也落实到幼小衔接，还有小学跟国中的衔接。除了菱角以外，关电国小也利用校内侪实农教育场地，规划真侪种作物来实做，亲像稻啊、柑仔蜜、高丽菜、甲草鱼等等，互囡仔会当学到各种无共款的种作方式，落实幼稚园甲小学囡仔的实农教育。探讨了一些皮塘、渡槽桥，还有我们菱角跟水雉鸟等等的课程，爱护我们的土地。珍惜我们的土地，从林志玲的课程当中，不断的累积、奠基他们在食农这方面的深度跟厚度。为着要促进人民去了解食物的来源，甲在地农业，也佫有思考环境甲生态的永续发展。农委会是大力咧推动学校的实农教育，关电国小嘛积极咧响应，规划课程，希望会当互学生囡仔佫较了解做事的辛苦，保惜食物甲咱的土地。记者综合报道。饲鸡毋是饲来抬，是饲来看水做动物伴。咱国内有观赏鸡的保育联谊会，即马甲台仁科技大学合作做伙举办咱全国头一届的观赏鸡育种交流活动。现场有展出超过70只鸡啊！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交流，互民众认捌这观赏鸡，会当带动这个产业。日本吼，这算千叶县的小金鸡吼。这一只鸡啊，毋是摕来食，是互人观赏的。全国一心会观赏鸡保护联谊会会长林志颖和全台饲鸡业者，甲台仁科技大学做伙举办全国第1届台湾观赏鸡育种交流活动，等现真罕得看的鸡啊！透过这个活动来介绍，互大家知影讲吼，咱饲这观赏鸡，你嘛会使互大家看到鸡仔的水，嘿啊，甲伊高水的所在，咱就希望利用这届第1届来介绍大家了解。侪民众把握这个机会去参观无同品种的鸡啊，包括小军鸡、A 鸡啊，还有塞拉马鸡啊。现场超过70种鸡啊，是真正人肉。它这各种类别的这个鸡种，那个确实很多，它很特色，很多特色，有的有大有小。你看，有那个它的观赏用的那个小鸡的那个形态啊，或是它的颜色花色都很特殊，很值得来这个观赏。台仁科技大学有全国位的宠物美容系副校长是表示讲，透过这个活动，通互业者佮有学生一个新的舞台，打破大家对鸡仔干那摕来食的印象，依然是有各种形态。我们学校本身有宠物美容系，那推广各种的宠物的照护以及疗愈。第二个，我们培养年轻人，我们给年轻人舞台，所以我们也给这位养鸡达人林俊龙先生提供这样的一个舞台。观赏鸡的羽毛、色水和图案是800种，希望透过产学交流，做伙推广观赏鸡，让宠物的美容市场更加多元。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健保已经办25档，伫南投鹿谷有一个93岁岁老的阿嬷，进前是无用过半摆。事情一阵因为放尿感过，才去病院互医生看，医护人员一查唔敢相信，嘛懊恼这阿嬷乃会遮到保养身体。
甲健保卡插入去机器内底，所发现一笔资料都查无，就知影讲健保卡的主人南投县罗国乡一位93岁姓刘的阿嬷，自健保开办以来25档拢毋捌用过，事后医护人员拢感觉真神奇。结果一查以后，看到阿嬷的所有资料完全没有用过健保卡，25年来，她从来没有拿健保卡去看过病。这位93岁姓刘的阿嬷拢毋捌用过健保卡，一直到前一阵仔放热假火才行病院，也互人真好形讲，这位阿嬷正正拢是安怎保养身体，哪会遮健康，拢毋免互医生看。他都每天起床以后就要自己煮稀饭，食材部分都是着重在素的，他很少吃肉，因为他现在到外面不方便嘛，都在家里面这样子走一走而已。台湾的健保制度，互个人看病愈利便，费用也减省真济。不过，这嘛造成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不时发生。也病院头一摆拄到，当才第一届用健保卡阿嬷，也专工送红包甲礼物来祝福阿嬷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即马现代人爱背手机啊，有真侪人要困之前，嘛会背手机啊，背到爱困才倒落困。啊，毋过爱细致哦，安尼目睭会受到伤害。即马有清代教授是表示讲，伫暗烁烁的环境看手机啊，建议讲应该先甲荧幕的光线调到上暗，安尼才袂伤害目睭。在困之前看手机啊，也是3C 产品，是真侪人的歹惯势，嘛造成目睭的负担。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发现，在黑暗的环境看手机啊，甲手机啊荧幕光线调较暗，比伫咧黑暗中干那开细拍电火，对目睭的伤害等到无遮大。看久了眼睛会酸痛，可能过了好几十分钟就会酸痛。可是现在如果有开启绿蓝光模式，可能时间就可以拉长。我们发现，其实你可以把手机关暗，跟外界一样暗，一样暗的时候看起来很舒服。然后呢，我们的眼睛会开启暗视觉，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眼睛好，身体好。眼科医生提出3项建议，就是全面调暗、有效气囊、甲减少使用。其中，甲手机啊光度调暗，会使有效减少进入目睭的总体光线。周边视网膜的细胞是负责在暗的地方，它会发挥它比较大的一个作用。啊，如果你在很亮的地方，长期使用这个光明视觉，会让我们的黄斑部这些细胞过度使用，会造成一些光伤害。研究团队更发现，电火光色袂影响读册清楚度，暗过会大影响安全读册的时间。甲白光比较，黄光的电火球会使加长9倍的读册时间。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寒流较贵，有的学校的制服是薄薄啊，有学生囡仔拢会穿家己的外套。虽讲教育部有开放讲会使伫制服外口搭外套，也毋过真侪学校嘛是规定讲，这外衫爱穿伫咧制服内底，无守规矩佫会犯法。教育部是讲，其实学校毋免规定甲遮硬，穿的少较要紧。颔管啊包好密密，查封保暖的大领袖啊穿伫咧上外口。对师大附中部分的学生来讲，面对10度以下的低温，安尼才合作穿有少。可以自己穿自己的外套，然后我就穿自己的外套，然后这件相当的厚。一定要穿制服可以，但是就不一定要学校外套穿在最外面。外套碰西衫，要穿伫咧制服外口也是内底。围巾啊、手巾啊，还佫有帽啊，啥物时阵戴，爱安怎戴？学校讲，学生家己决定就会用哩。足以辨识是学生的衣服。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是刷学生证进来。那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冷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学生当然就是保暖最重要。寒人穿衫会当有自主权，师大附中的学生和北京学校的学生是足欣赏的。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指出，全台湾要是有真侪高中甲国中限制保暖的衫，干来当穿伫制服内底，上外口站要是爱穿学校的外套。另外，寒流来或者是摄氏10度以下的时阵，才会当加穿保暖的衫。学校到底针对所谓天气什么时候是比较寒冷的？因为每个同学他可能感受上因人而异，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各个学校都能够更明确的去说明，或者是说就不要在这个地方特别做管制。应该也不要那么僵化，就是说一定要几度了我会希望说学校要固定的某一个这个第几度的时候才可以加。教育部强调讲，去年8月份已经修正穿制服相关的规定，学生会当依个人感觉天气热或者是寒，选择穿长啊或者是短啊的制服，也佫有长裤或者是短裤，
也若寒人的时阵，学校应该开放伫个制服内底，甲外口拢会当加穿保暖的衫。学校应该顾虑到每一个学生对寒热的感受无同款。台湾青年民主协会讲，学生若是发现学校有违反规定，会当向学生自治组织，或者是学校来反映，嘛会当写批予教育部来查核。记者综合报道。若寒流到规脚若烧，规身躯就较袂寒，所以最近梅仔生意袂歹。中华社头梅仔业者做梅仔业者就表示讲，这波寒流甲打因的生意拢真好。若台湾设计梅仔甲功能嘛是真好，挂保证的。民众上山赏雪算甲真欢喜，也毋过要上山赏雪装备也袂当少，除了高外套甲手套，高高的梅仔也爱加买几啊箱。舒适度是很 OK 的，而且它的保暖度来讲，比那个来讲应该是好了好几倍。将拄仔买的梅仔随穿起来，民众讲骹手也得咧烧热起来。天气冷带动买气，其中手套甲抢尾套是袂当少的物件。业者讲几啊鋪的寒流烧热下来，互业者成长几啊成。比较贴近我们身体的话，相对的御寒的那个保暖的成分会比较高一点。中华社头的梅仔观光工厂，这几天客满来买的人，尤其是碰色梅仔甲保暖梅仔，真受欢迎。有的是我的，然后这个是买给我女儿的手套。手套。因为她骑机车啊，会冷啊。我们大部分自己用啊，然后有亲朋好友用得很好，然后也会委托我们来买。中华社头的这梅仔业者表示，以往年底小月销量平平，也毋过今年拄着寒流，一波一波来，气温定创新低，连带后这梅仔产业受益，尤其是穿个小的高梅仔，需求更加是提升5成以上。一直咧赶，这两后一波哦，保暖袜、毛袜，才会当好保暖。肖明春表示，这梅仔业即马是一个转型的时机，除了提悬附加价值，甲针对无共族群提供无共需求甲功能性，参加强特殊性甲品质，互这项产业会当做伫新的活力。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经过4档的制作，公共电视推出历史纪录片《台湾100年流变甲停泊》，找找咱台湾这块土地文学、铁学、音乐、政治上的前辈，呈现台湾100年以来伫无共的环境当中，是安怎延续自由的精神。声音档内底传出1970年代台湾校园的民歌，这条歌是李湘德谱曲，嘛是要予政府来做禁歌的美丽岛。无理解是安怎都拢爱唱英语歌，李湘德主张爱唱家己的歌，后手嘛影响到台湾民歌的发展。这个故事，予纪录片的导演吴长峰记录落来。李双泽发生事故走掉之后呢？这4位老师呢，每年在的忌日里面去折那个纸钱烧给他，这样的情感维持了30年。经过4年的规划、摄影甲制作，公共电视伫2021年的历史纪录片《不羁台湾100年流变甲停泊》，伫12头一届放送。作品是以赖和、文海光、李湘德甲陈定南这4个台湾代表性的人物出发，呈现日本时代到国民党执政时期台湾100年以来的流转。文学、思想界，包括音乐界，包括政治我希望能涵盖整个台湾的一个100年来的发展里面的一个隐藏在民间的一股力量，不羁的精神吧，永远是在追求一个自由。我在台大历史所在读书的时候，当时印海关已经被解聘了。有一次他出来，在台大校园走的时候，一大堆学生跟着他后面，那真的就是一个思想领导人。政治大学台文所的教授陈宏明表示，讲到台湾精神，这4个先辈会当讲是有真侪贡献，嘛期待有更较侪人为纪录片内底看到因身上的迄份台湾人民总是伫无共语言甲文化背景当中延续自由的这个精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加上封城，致使即马世界上有真侪学生囡仔无法度照常去学校读册。英国的 BBC 即马有做一系列免钱的课程，透过电视的播送，希望要帮助弱势学生。若较好业、较富裕的家庭，有人是规家过啊，带去马尔地夫疫情无遐尔严重的所在咧生活。这种疫情嘛，互人看到好业甲善业之间的差别。
Hello, I'm Karim, and this is Bite Size Daily. 英国第3摆封城关学校用远距教学到2月中为避免学习登记。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制作系列的免费课程伫电视播送，希望能陪伴学生渡过难关。 Not every household has got broadband internet. Not every house has a device or multiple devices if they've got multiple children. And also, you know, for some parents, English might not be their first spoken language. So they might find it difficult to navigate through the homeschooling and help their young people with that. Open out your legs and put your arms in the air. 脚球员为热身开始，分解示范每一个动作。BBC 透过电视授课，除了基本学科，也教体育，佮针对小学生、中学生为因制作每一个课程。Miley was absolutely fully engaged just before she went and did her lesson with it, which just makes life a lot easier than having to set them up on tablets. 疫情打乱世代教育，和资源无关家庭囡仔功课对比着这项教育计划，对弥补教育缺口有帮助。在无人机起无人的小岛，外靠观光业的马尔地夫为去年7月重开边境大门，欢迎国际旅客。生活富足的家庭全家大细逃离疫情。Voyez, c'est notre carnet de réservation, le numéro des chambres et les semaines, les jours à venir. Donc, vous voyez, tout est plus ou moins plein. 入境只需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无需要隔离。度假村甚至鼓励旅客免挂喙安。7天的旅程要6500欧元，新台币超过22万，敢若是这个月订房数都超过8成。It's not cheap, but I think it's a travel you make it once in a lifetime, and I think at the moment it's a good point to do it. 各国政府拍拼防疫，不过依然无法度阻止出国度假人潮，也让大家看到散车好业之间的距离。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日是寒流会减弱，温度会回升。伫各地日时高温拢有20度啊，一直到拜六天气拢真好。不过细日日时暗时温差真大。另外，今仔日伫西半部到中南部空气品质无好，南部有一寡所在即马已经是红色的警示。刷落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是5度，上悬22度；中部温度上低7度，上悬22度；南部温度上低10度，上悬23度；东部温度上低6度，上悬20度。外岛的温度上低4度，上悬是1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郝兴竹，祝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